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讀書日誌。喺香港返工，你有冇遇過一種人？佢明明做嘢唔係最快，Excel 又唔係勁過人，但偏偏老細開會一定會問佢意見。隔離添個難搞嘅 manager 又同佢老友鬼鬼。相反，你做到死下死下，仲成日幫人補鑊，但最後嘅功勞永遠冇你份。你可能會話人哋呢擦鞋啊嘛，但其實佢可能係無意中用緊一啲暗黑心理學。今日我哋拆解呢本日本心理大師齊藤勇寫嘅暗黑心理學。佢唔係教你害人，而係教你點樣透過掌握對方嘅潛意識，令你喺競爭劇烈嘅職場入面睇落變得好犀利。準備好未？今日呢集袋錢入你袋啊！點樣令對方說服自己？書入面一個重點叫做自我說服效應。想象一下，你有個同事叫阿 Ken， 成日對個 project 好多不滿。通常我哋試圖說服佢，阿 Ken 其實咁個安排係有道理噶。你解釋，佢就越反抗。暗黑做法，你要扮到好似想請教佢咁。你會問阿 Ken， 你覺得如果個客要喺呢2個星期裏邊收貨，我哋要點樣微調個方案會令佢滿意呢？當阿 Ken 開始講佢嘅方案嘅時候，佢嘅大腦已經喺度自我說服緊，因為呢個 idea 係佢自己提出嚟嘅。佢唔會再反對呢個 project， 反而會覺得係我諗到咁正嘅方法，我一定要搞掂佢。你唔使費唇舌就令到一個難搞嘅同事變咗你嘅戰友，仲要令到佢覺得你係一個好尊重佢嘅同事。開會做筆記唔係為記錄，係為咗尊重。好多人開會一係就玩電話，一係就淨係聽，但暗黑心理學教你呢個係最好表演嘅時間。香港職場實例，當你同個大客或者同個好煩嘅 senior 開會，佢講緊嗰啲我當年喺 Big 4做嗰陣嘅廢話時，你唔好露出個悶樣，你要攞部 iPad 或者 notebook 出嚟，一邊聽一邊點頭，仲要用力咁抄低。呢個叫做仿原效應。對方見到你咁認真記低佢講嘅嘢，佢潛意識會覺得自己好有權威，好受尊重，即使佢講嘅嘢係垃圾，佢會對你產生莫大嘅好感。下次升職加薪，喺佢腦海裏邊第一個浮現嘅就係嗰個成日好認真聽我講嘢嘅你啦。認知失調，盡量麻煩人哋。最後一招反直覺。如果你想一個人中意你，唔係要你幫佢，而係要佢幫你。心理學有種叫做認知失調。假設你同隔離添嗰個阿 May 關係一般，暗黑做法就係你今日去揾佢，阿 May，唔好意思，我份報告有2個字對唔到，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？2分鐘就得。阿 May 幫完你之後，佢個腦會為咗合理化自己嘅行為而產生一個念頭：如果我唔中意佢，我點會幫佢啊？所以我同佢嘅關係應該唔錯。就係咁一個小動作打破咗僵局。記住，係請人幫小忙，唔係叫人做晒呢份嘢。如果唔係，就變咗老奉啦。適得其反。實踐建議：引導式提問，遇到爭議時唔好急住反駁，改用如果你係我，你會點樣令件事更好？呢啲方法嚟到揾出解決困難嘅方法，等對方揾出解決方法，佢會對自己嘅方案100% 投入。道具式筆記。聽日開會帶本靚少少嘅筆記簿，人哋講重點或者佢以為重點嘅時候，你就落筆。呢種視覺上嘅尊重，比起你講100句讚美嘅說話更有力。每日一個小求助，每日試下揾個關係一般嘅同事請教佢一個簡單嘅問題，或者借小文具，透過認知失調慢慢滲透佢嘅防禦機制，將敵人變為朋友。其實暗黑心理學唔係要大家變得虛偽，而係喺呢個壓力咁大嘅社會入邊，學識一啲令大家相處得更舒服嘅小技巧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嘅職場心理分享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讀書日誌。你喺公司度仲遇過邊種令你覺得好心理戰嘅行為？留言同我一齊討論下。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